我哋今次試新方法啦！我哋喺澳門港珠澳大橋坐機場巴士去香港，啱啱好時間遇到。好啦，我哋要提早45分鐘。其實每間航空公司都唔同嘅，Hong Kong Airline係15分鐘，所以我哋係踩點。咁我哋啱啱check in完，而家就落去過關。機場直機中心，點解要喺呢度直機咧？直接搭，可能直接搭去機場可能都可以。我哋喺呢度香港候機樓，坐飛機啦係咪啊？係喎，2點14，點解係個候機室啊？候車室啊，唔係候機室，有晒機場嗰啲牌。Hello， 媽媽，我哋準備出發啦。BB 隻眼而家好大啦，終於都。好大翻。終於大翻。但係佢塊面嗰啲係羊皮，所以然之後就污糟。冇計啦。地鐵處啱啱擋住香港大3上機啦！我哋係第1、2、3個人柯定啊，老婆。係咩？係最早嗰3個。多謝吳吉吉老闆。多謝6蚊。老闆，因為老闆先至可以撳。感謝。今日嘅飛機啊！坐大機去沖縄玩。不管有沒有機，給我體貼入微，但你手如明日便要遠離，願你可以留下。太好大飛機。當世事再沒啱啱好。找你。香港電視機終於得開翻。我哋之前坐係冇嘅，個電視係假嘅。係啊，而家終於開翻。再見了，背向你，眉頭多少傷悲，也許不必再講所有道理。何時放鬆我自己，才能花天酒地？你等晚黑我瞓咗咁樣嗰啲咧，即係變成紙靚咯，跟住咁佢會容易明啲喎，可以試一試。試下個個人電視先，仲有咩電影睇？開始啦，都 OK。佢有綜藝睇，香港嘅航空公司就有香港嘅節目。BB 瞓咗。死咗機啦！
發咗茶，我電視仲係壞咗。麻薯包，咁咪即係甜嘅。鹹包、肉包，佢食得？佢食得。首先食緊麵包，其實都食緊。座位前面咪3個有個白雪雪嘅前面，好慳錢，logo 嗰邊咧，跟住有一本我嘅書。Skyshot 我嘅書啊，免稅商品。都有啲咯，後台都有啊！而家搭飛機去搭有年票喎。哇！幾錢啊？唔知喎，我哋上網睇唔同嘅嘢，但我哋唔住香港。澳門如果有年票可以睇睇。係，呢個係佢嘅安全嘢。安全嘢幾得意啊！用漫畫形式喎，第一次見。幾可愛，戴住頂帽，小紅帽，係因為 BB 嘅嘢啊嘛。係咯。電視機碌得㗎啦，跟住呢個又可以撳出嚟嘅，但係佢已經壞死咗，就有咩公告啊？我輕咗機入去，之後可以掛衫。張凳非常之中國式嘅紅色，都係佢哋冇改過，都係呢個顏色。跟住呢張台有兩摺啦，摺起佢之後，仲有個杯架可以擺飲嘅單。OK， 有隻腳喺呢度。張凳係有得調節嘅，所以係可以挨住，睇佢都挨住咗，好舒服。咁但都 OK 嘅，厚度都 OK， 真係幾厚。你咁樣講啊，真係幾厚。係啊，跟住佢呢個頸枕有一條之後可以晾住都幾好。初初就已經隔離幾厚嘅。提前係探索一下呢個廁所，因為飛機中間嘅廁所係一個長方體，非常的式，冇個面架嘅噃。細間齊全，但空間夠嘅，你坐咗踎就係坐住咗都仲有位，廁紙啊、洗手液啦、馬桶紙都有，化妝鏡都有，所以都 OK， 基本上都齊。記得3年。